三元山庄有圣堂，农历春节过年前，学界的青少年、好伙伴在装饰道场，有好多灯笼，哇，有过年的气氛。离了圣堂，一贯到大道场，合法申请建造的。这是在关田乡社子村19号，东边有台南艺术大学，西边有南乐高。不要杀生了，要吃素环保救地球。吃素环保救地球。山门呢是个中央大字入道之门，然后在外边点机人游泳，在更外面是灯品崇礼，灯品崇礼，会配合道之宗旨。